同期兩隻醫療新股打對台，天星對可夫，你以為差唔多？1分鐘教你點樣揀。先講隻1609天星醫療，佢主打運動醫學，即係你打波斷韌帶做手術用嘅高值消耗品。呢條賽道國產替代空間大，天星仲要係龍頭，毛利率極高，係典型嘅搏首日爆升高增長之選。另一隻1187可夫醫療就行親民路線，主打家用醫療器材，由血壓計去到我哋嘅童年回憶貝貝街都係佢哋旗下。可夫本身已經喺 A 股上市，今次嘅賣點係業績穩陣有知名度，買佢最主要係睇中長線嘅防守，同埋搏 AH 股嘅折讓水位。簡單啲嚟講，天星係做手術用，搏佢低溫爆升；而可夫係屋企用，買佢長線防守。兩隻唔同玩法嚟㗎。想知道我 Anna 會點樣入飛？入飛嘅策略又係點樣？記得 download ACAT 應用程式加入我嘅 chat group，同我一齊交流投資心得啦！